各位馬迷晚上好，我係白切雞。今晚跑馬地9場賽事，等我同大家詳細分析心水馬匹。第一場4班草地1650，3號智勇名駒，希威森騎，預計名次第4，上仗評分紅字表現穩定。5號香港神駒，艾杜拿騎，兩段快時間，副磅輕有優勢。12號碧海藍天，艾少禮騎，近仗表現穩步上揚。10號爆熱，潘頓騎，兩段快時間兼末段快，冷門要防。第二場5班草地1200，6號快樂騎兵，布文騎，兩段快時間，勝出率接近40%，全場最高。9號聖神威，田泰安騎，兩段快時間，狀態大勇。5號精英至尊，潘頓騎，末段快時間值得留意。10號伶俐區，艾杜拿騎，兩段快時間可爭位。第3場3班草地2200，5號快路，湯普森騎，兩段快時間兼末段快，長途實力強。10號銀進，班德禮騎，兩段快時間表現突出。8號盈益線，希威森騎，兩段快時間可爭位。9號一支箭，田泰安騎，兩段快時間機動性強。第4場4班草地1200，8號列寶勤，布文騎，上仗評分紅字表現佳。10號駿馬之星，蔡明少騎，末段快時間機動性強。12號嘉英威風，潘明輝騎，近績穩定可作配腳。5號樂家福，班德禮騎，末段快時間狀態踴躍。第5場4班草地1000，8號同滿滿，潘明輝騎，兩段快時間勝出率40%大熱門。1號顏色王子，霍宏星騎，三仗評分紅字表現穩定。10號鄉村樂韻，田泰安騎，兩段快時間冷門可搏。11號妙玲瓏，艾少禮騎，近仗表現穩步上揚。第6場4班草地1650，12號魔法速遞，湯普森騎，兩段快時間勝出率接近30%。7號醒目先驅，董明朗騎，末段快時間狀態踴躍。6號星運笑着，艾杜拿騎，兩段快時間可爭位。5號赤馬雄風，楊明倫騎，兩段快時間機動性強。第7場4班草地1200，1號騰龍四海，布文騎，兩段快時間勝出率43%超班。9號新力，楊明倫騎，兩段快時間進步明顯。3號沙張金剛，艾杜拿騎，近仗表現穩定。5號有紅利，金城江騎，上仗評分紅字表現佳。第8場3班草地1650，6號唯美主義，潘頓騎，兩段快時間勝出率41%。1號獨角獸，布文騎，兩段快時間實力超班。8號大學生，班德禮騎，兩段快時間可爭位。10號三軍勇將，艾少禮騎，末段快時間冷門要防。第9場3班草地1200，3號無限美麗，金城江騎，兩段快時間勝出率47%大熱門。7號佛亮老窩，艾杜拿騎，兩段快時間狀態踴躍。11號樂勝天下，梁家俊騎，兩段快時間可爭位。5號天竺貓，賀銘年騎，末段快時間機動性強。今晚重心馬推介第5場8號同滿滿同第7場1號騰龍四海，兩匹都係大熱門，勝出率超過40%。冷門要留意第3場9號一支箭同第6場5號赤馬雄風。特別推介第9場3號無限美麗，金城江騎，兩段快時間，勝出率接近50%，真係好吸引。記住投注要量力而為。我係白切雞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。